蜂飛過嚟問佢：你一對翼，點解你唔飛去揾太陽伯伯啊？小向日葵話：好，我要試下。佢用咗全身嘅力氣拍打葉子，啾！佢離開咗泥土，好似小鳥咁飛向天空，穿過雲層。佢終於見到太陽伯伯啦！突然之間，佢跌咗落嚟啊！原來只係一場夢。小向日葵話好氣餒，但佢冇放棄，一邊喊一邊拍打葉子。好多蜜蜂同蝴蝶都飛過嚟為佢打氣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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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嘅聲音越嚟越大。咦，原來下邊有棵小向日葵啊！其他高大嘅向日葵終於發現到佢啦。為咗幫助小向日葵，其他高大嘅向日葵移開身體。小向日葵一抬頭就見到太陽伯伯啊！佢好感動啊！佢終於可以沐浴喺燦爛嘅陽光之下啦！佢慢慢生長得又高大又美麗，佢又開心啊！我終於長高啦！呢個故事教我哋要出盡全力去達成目標。